今日想同大家回顧一筆我最近做嘅一筆交易。咁只要你學識咗呢一個交易技巧，我相信你下次都可以喺牛市啱啱開始嘅時候捉到呢一輪嘅領導股，然之後咧喺上面獲利好多嘅。咁喺牛市開始嘅時候啊，往往比起牛市更快破頂同埋更快見底嘅股票咧，都會係下一輪升得最多嘅牛市領導股嘅。咁最近我做咗一筆 trade 啦，就係 PL 啦。喺市場仲喺盤整期間嘅時候 ，PL 已經喺呢個位置突破咗佢嘅底部，升到去呢一個位置附近。然之後喺市場有一個小回調嘅時候，PL 慢慢咁樣回咗去佢嘅 EMA10，而我就喺呢一個位置做咗一個 EMA10 反彈嘅買，然之後喺呢一個位置再次加咗一注喺 EMA10 反彈，然之後佢後續咧喺短短嘅2個星期就直接升咗40%。而呢一個 setup 就係典型嘅 bull flag 嘅，而 bull flag 最重要嘅因素就係你要呢一隻股票係提早於大市見到佢嘅底部，然之後提早大市突破佢嘅底部，然之後喺市場仲盤整緊嘅階段，佢已經 set up 咗一個 high tie flag 嘅形態，最終喺呢個位置突破嘅時候，佢往往會比起市場創出一個更高嘅績效。而呢一個就係我成個 PL 嘅完整交易邏輯，而我就喺呢一日就賣出咗我所有嘅股份，大約獲利咗40%。如果有興趣知多啲我呢一啲交易嘅話咧，記住 join 我嘅 Discord group。